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EL Consulting 嘅 Philip。咁今堂咧就會同大家講一講咧，我哋落廣告最基本嘅道具咧就係 Facebook。咁咧 Facebook 咧係我哋而家最常用嘅推銷廣告平台。咁而家嚟計咧，喺香港710萬嘅人口嚟計啦，係超過60%嘅人咧係會有用 Facebook。即係我哋身邊嘅所有人啦，基本上係個個都會用 Facebook。咁無論你左鄰右里啊，或者你嘅朋友啊，你嘅親戚咧，都一定會有用 Facebook 嘅。以覆蓋度嚟講啦，佢係冠絕全球，甚至乎係全香港啦，都會有。你係去到邊度啦，都會見到有人喺度碌緊 Facebook 咁樣嘅。咁同時啦，Facebook 啦會將人嘅行為啦、行業啦、年齡啦，甚至乎係性別啦，都會有準確嘅分類。咁喺呢個基礎上面啦，善用 Facebook 嘅自然數據啦，就可以將你嘅產品啊、你嘅服務啊，更加準確地給予你嘅受眾。而香港大部分人啦，都習慣依賴 Facebook 啦，去吸收佢哋嘅資訊。即係你哋每日啦，都會見到有唔同嘅人啦，攞住部電話都喺度碌緊 Facebook 去吸收唔同嘅資訊。咁喺唔同嘅情況底下啦，Facebook 咧係最有效去推廣你哋嘅服務、你哋嘅產品，甚至乎係你哋嚟緊將會賣嘅保險。咁點解我哋會揀 Facebook 呢個平台呢？最重要嘅原因之一啦，亦都係因為佢嘅成本低。用一個接觸受眾去計啦，從 Facebook 接觸到你嘅客戶啦，每一位嘅平均數據都淨係需要花費你幾毫子嘅錢，可以話係比印刷啦，甚至乎傳單啦更加低成本。而你更加唔需要去繼續擺 proof，又或者係唔需要去繼續咁樣派傳單、落任何廣告、落啲巴士廣告等等。一般嚟講啦，建立一個廣告嘅預算啦，其實只係每一個月around幾百蚊啦，就已經可以開始你嘅生意，去推廣俾你所想嘅受眾。咁所以啦，Facebook 絕對係一個好低成本嘅一個工具啦，去幫助我哋去推廣我哋嘅廣告，甚至乎係我哋嘅服務。第二咧就係佢嘅準確度。咁 Facebook 咧係唔會令到你接觸到一啲不必要嘅客戶，呢樣亦都係好重要。當我哋用緊其他方法，即係可能擺 proof 啊，或者派傳單，我哋一定會接觸到一啲我哋唔需要嘅客戶，甚至乎啦係會有啲客戶咧係特登走過嚟刁難你，或者甚至乎係嚟玩嘢。咁喺保險業嚟講啦，收入較低嘅人士啊，或者係兒童啊、75歲以上嘅人士啊，對我哋嚟講咧，其實係好雜訊嚟嘅。我哋唔需要咧有呢堆客戶嘅資訊啦，去打擾我哋。對你哋嚟講啦，呢啲係毫無意義嘅嘢。而如果你用一般嘅方法啦，你就會好難免咁樣啦，將呢啲資訊啦俾咗佢哋，而其實係浪費緊你嘅所有人力、物力或者財力嘅。而 Facebook 呢個數據統計嘅優勢啦，就啱啱好可以幫我哋避過呢啲問題，將你嘅資訊準確地放喺佢哋嘅手中。呢準確嘅情況下，相對嚟講係可以大幅減少晒你所有嘅支出。呢度亦都係一個準確度俾到我哋嘅優勢，而且背後客戶嘅資訊啦，你都可以快速咁樣去了解到，更加容易去調整你所有嘅廣告策略。第三個優點啦，就係佢係一個節省人手嘅事。一般 Facebook 廣告嘅處理啦，其實都只不過係撳幾下嘅事，你唔需要安排專門人手去跟進啦，你亦都能夠自動咁樣吸到客人。你只不過係需要將你嘅圖片整咗出嚟，然之後加唔同嘅資訊落去，然之後就可以擺上網，就唔需要好似以前傳統賣保險咁樣，不停咁樣喺度派傳單，企喺個 booth 度，或者係賣一啲街招，賣喺巴士嘅廣告咁樣。而喺廣告嘅背後，喺我哋嘅團隊經驗入邊發現，只要做啱嘅事，成效就已經會好大。用數字嚟計，我哋嘅經驗話俾我哋聽，只係用幾十蚊就已經可以獲得一張單。我相信呢方面啦，唔係其他方法係可以去比較嘅。你去企 proof，你去派傳單，其實你唔單止需要花費幾十蚊，甚至乎可能係幾百蚊都花唔到你一張單。而且咧喺使用 Facebook 嘅過程入邊，亦都會容易咁建立自己個 IP。咁 IP 呢個點啦，喺之後嘅課程啦，會有更加詳細嘅講解。IP 簡單啲嚟講，就係你喺客心目中嘅形象。呢一點咧喺我哋呢行係極之重要嘅。因為啦，以往傳統嘅方法，我哋會花費大量嘅語言咧去打造呢個專業嘅形象。但係而家只要個客戶啦預先知道咗你，就已經慢慢開始建立咗你喺客戶心目中嘅形象。你可能你嘅形象係一個好
勁嘅一個理財師，或者係一個好關心人嘅一個保險 agent，咁樣啦，令到你成功簽單嘅可能性咧係會大大提升，而唔會好似以前咁樣。咁令你成功簽單嘅可能性咧，亦都會大大提升，就唔會好似以前咁樣，你派傳單俾人，人哋都唔知你係邊個，佢點會信任你呢？亦都正正因為呢個形象啦，好多時候用 ATS 系統成功約見嘅客戶啦，亦都會帶住一個期待同埋一個需要去同你見面。喺呢個前提下，見客並且成功簽單嘅可能性就會大大提升。呢度亦都係我哋成個系統俾你最大嘅優勢。咁嚟到呢個部分啦，我哋將會介紹 Facebook 甚至乎係成個網絡世界最常用嘅一個手段 conversion， 亦都係呢個方法啦。透過曾經點擊過你廣告嘅人背後嘅數據，其中包括年齡、職業，而最重要嘅係佢哋嘅行為，去將你嘅廣告透過背後嘅 AI 啦，幫你去進行一個計算，揾出點擊你廣告受眾嘅共通點，而將你嘅廣告啦推送俾最有可能嘅 Facebook 賬戶去見到。要切記住啦，你一定要善用呢一點，因為呢一點啦係成個 Facebook 最重要嘅一環，亦都係佢最強大嘅一個武器。亦都唔使心急啦，後邊嘅課堂啦，我就會詳細咁樣一步一步教大家慢慢去 set up。而家你要知道嘅嘢，呢樣嘢咧就係用一個共通點去將你嘅客戶慢慢揾到更加多相似嘅人。例如啦，你係做一個醫護嘅，你亦都可以透過呢個 conversion 啦，去揾到更加多唔同醫護嘅人，而唔單止啦，淨係一個地區嘅人，而係成個香港所有做醫護嘅人。而呢個咧，亦都係點解我哋要求你咧，必須用一個企業賬戶去管理你哋廣告嘅原因，因為企業賬戶啦，先能夠設定呢個 conversion， 亦都係呢個轉換。好，咁跟住嚟到數據監察啦。咁數據咧就係網絡營銷最大嘅一門學問，因為能夠準確地掌握嘅數據啦，就可以知道問題到底出自喺邊，而作出適當嘅反應。而呢一樣嘢咧係非常之重要。而你係需要啦喺監測數據嘅過程入邊，學識點樣去分析，然之後得到個問題嘅所在，然之後解決。如果 data 係冇分析嘅，只係一堆冇意義嘅數字，你要掌握嘅技巧啦，就係將 data 變成 information。而呢個技巧啦，唔使擔心，而家只係你嘅第一堂課，你淨係需要知道呢一個概念，而唔需要知道點樣將個 data 變成 information。因為咧，我會慢慢一步一步咁樣慢慢教你。而喺後邊嘅課程啦，我亦都會令你有呢個技能去將你嘅 data 變成你嘅 information， 而去揾出你最重要嘅嘢就係你嘅客戶。好，咁第一堂咧就大概上係咁多先，而呢啲咧亦都係令你知道晒成個 background 啦，一個基本嘅概述。而技巧上啦，我哋下堂咧就會慢慢真係實戰咁樣去試下實踐點樣去落廣告啊，點樣去 set 我哋嘅受眾。同時咧，你都知道啦，喺廣告堂入邊啦，你將會學到嘅嘢啦，係會有設定唔同嘅 conversion 啦，同埋分析數據嘅技巧。但係啦，如果要做到一個成功嘅廣告啦，當然遠遠唔止呢啲啦，亦都有唔同嘅圖文嘅技巧啊、受眾嘅設定啊。咁呢啲啦，我亦都會喺其後嘅課堂入邊咧，令你慢慢掌握到。咁呢堂啦就嚟到呢度先啦。咁希望大家都知道基本嘅 Facebook 嘅概覽啦，亦都了解到點解我哋會選擇 Facebook。咁我哋下一堂啦就會真係實踐去 set 唔同嘅受眾啊，去有唔同嘅實戰經驗。咁期待啦，下一堂見到你啦。